后来搁来，拢讲无冤无家不成夫妻，拢讲床头吵，床尾和。但是桃园bình定这对翁仔某，竟然是冤家冤假，举刀来起烧台。这个先生来抬太太，嘛举刀来抬家己，随后打电话给朋友，通知查囝报案。但是实在是抬太济刀了，这个太太也是救无转来，亡身了。这个先生也搁伫家护病房。查囝接到消息，情绪真激动，无法度接受。那你先去医院好不好？一个听到因老母重伤无救的消息，做查某囝的情绪真激动。虽然知讲伊的老爸老母感情不好，时常冤家，因过唔知影遮严重。厝的外口有扭封锁线，厝边经过时拢赶紧离开。这对翁仔某虽然住做伙，因过感情早就出问题啊。20暗时8点外，双方搁冤家，想要到讲这个先生伫情绪失控的情形下，举刀杀因某，因某无法度反抗，当场陷倒在地。送到病院去急救嘛是无效。发现了后有自杀，第一时间随打电话给朋友，才联络到因查某囝，不过已经犯下大错案。初步了解，王男有些许之酒精反应，那现场并无外力介入之情形。虽然有厝边伫案发前听到冤家内容，敢是为着第三者问题，不过凶嫌要伫家护病房，都要等伊清醒了后，警方才有法度加问好清楚。